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 Heidi，歡迎收睇澳洲廣新聞專題報導之獨孤午彥謀殺案第3集。喺上一集，我哋重組咗警方點樣取得證據，經詳細分析之後，對 Aaron Patterson 作出起訴。之後控辯雙方喺法庭上嘅一番對決，同埋陪審團點樣喺分歧中作出抉擇，最終一致裁定 Aaron Patterson 罪名成立。喺最後呢一集，我哋會帶你重回當日法庭對呢一宗驚動全城謀殺案嘅量刑過程，亦會睇下控辯雙方喺法律上對審判結果嘅進一步角力。最後，我哋會深思呢場獨孤午彥悲劇喺澳洲社會掀起嘅廣泛迴響，以及呢單案件嘅最新動向。好，事不宜遲，節目馬上開始。第6幕，判刑與餘震。經歷漫長嘅審判與陪審團裁決之後，法庭將呢單案件嘅焦點放喺量刑程序上。2005年9月8號，維多利亞州最高法院內，法官 Christopher Beale 端正坐喺高台之上，凝視住 Aaron Patterson。法庭裏面空氣沉重，觀眾屏息凝神，媒體將攝影機鏡頭緊緊鎖定喺呢名女子身上。法官宣布判決 Aaron Patterson 被判無期徒刑，並設定最短假釋年限33年。法官指出，呢個案件嘅性質極為嚴重，冷酷、預謀，受害者全係最親密嘅屋企人，信任被徹底背叛。法官同時表示，考慮到 Aaron 喺監獄中可能面臨嘅長期單獨拘禁同埋安全風險，先至設下假釋年限。Aaron 坐喺被告席上，面無表情，但係眉角微微抽動。佢嘅手指喺台面上輕輕敲擊，似喺度反覆思索每一個細節。外界只能夠透過新聞畫面想象佢此刻嘅心境：恐懼、孤立，或者係有某種深藏嘅悔意。當判決書落實之後，法院外立刻成為媒體焦點。記者喺鏡頭前報道，維多利亞州最高法院宣判 Aaron Patterson 無期徒刑，最短假釋年限33年。呢場震驚全國嘅獨孤家庭午彥悲劇，終於宣判量刑結果。喺社交媒體上，新聞短片迅速被分享，網民對判決反應不一，有人稱正義得以伸張，亦都有人質疑假釋年限是否仍然過於寬鬆。Aaron 隨後被押送至墨爾本西郊嘅 Dame Phyllis Frost 女子監獄。當監獄大門緩緩關上面嘅時候，佢踏入長廊嘅背影喺攝影機畫面中顯得孤單而沉重。對佢嚟講，呢個唔係只係刑罰嘅開始，亦都象徵住同社會同過去生活嘅徹底隔離。第7幕，未完嘅審判。隨住量刑落幕，案件表面似乎畫上句號，但實際上呢場獨孤午彥悲劇嘅法律角力並未結束。2005年10月，維多利亞州司法界再度掀起風波。檢方認為原判33年之後可假釋嘅決定唔足以反映 Aaron Patterson 罪行嘅嚴重性。佢哋正式提出上訴，要求法院重新考量，甚至禁止假釋。控方強調，呢一宗案件唔單止奪走3條無辜生命，亦都動搖咗家庭信任同社會秩序。同一時間 ，Aaron 嘅律師團隊亦都表態，佢將挑戰定罪。佢哋指出，審判過程中大量新聞報導同社交媒體評論可能對陪審團造成情緒影響，質疑陪審團係咪能夠完全依據證據作出公正裁決。律師強調 ，Aaron 仍然保留上訴權，將依法律程序對定罪進行挑戰。雙方上訴案尚未確定開庭日期，但係維多利亞州上訴法院將會成為下一個焦點。法官同律師、檢方、被告仍然將會喺法律程序中針對罪責與量刑進行新一輪論證。另外，社會輿論對呢單案件嘅關注度持續高漲，媒體同評論員不斷追蹤最新進展，法律學者則討論女性被告重刑、假釋制度、科學證據喺陪審團審議中嘅作用，以及媒體報導對司法公平嘅潛在影響。藉住呢件案件，食品安全專家亦都趁此機會再次提醒公眾，野生菇類不可隨意採摘食用，即使外觀好似可食用嘅品種。好多家庭因此案件對可食用同有毒蘑菇警覺性明顯提高，教育與宣導亦都隨之加強。喺呢場法律同社會輿論嘅拉鋸中，Aaron 被關押於 Dame Phyllis Frost 女子監獄，孤身面對漫長嘅囚禁歲月。審判尚未完全結束，而社會、媒體、法律界與公眾仍然喺度持續解讀呢一個震撼全澳嘅案件。
第8幕，社會嘅迴響與結語。呢場獨孤午宴悲劇喺澳洲社會掀起廣泛迴響，新聞報導同社交媒體討論不斷，民眾對於家人之間嘅信任、食物安全以及司法制度嘅運作等議題展開熱烈討論。媒體將呢一宗案件形容為一頓家庭聚餐，奪去咗3條人命，將 Aaron Patterson 嘅行為同社會倫理置於放大鏡下。幸存者 Ian Wilkinson 嘅故事，成為家庭悲劇同司法正義交錯嘅真實寫照。佢哋嘅哀痛、孤寂同埋對失去親人嘅追憶被反覆報導，亦都讓社會更清楚認識獨孤嘅致命威脅。即使上訴程序尚未結束，案件已經喺澳洲人嘅心中留低深刻印記。佢提醒大家，家庭聚餐可能承載信任，亦都可能隱藏危機。科學證據同司法論證喺揭示真相嘅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而司法制度必須喺罪責、證據同社會正義之間謹慎衡量每一個決定。呢場獨孤午宴案件唔只係法律案例，佢更似一面鏡，映照出家庭嘅脆弱、人性嘅陰暗面同埋追求真相嘅艱難旅程。一頓睇似平凡嘅聚餐，改變咗數個家庭嘅命運，亦都震撼咗成個社會。喺司法最終裁決尚未落幕之前，真相或許仍未完全揭開，大家仍然喺度追問嗰日午餐台上面嘅獨孤係意外、係謊言，定係藏喺傷痕底下無法原諒嘅仇恨。無論答案點樣，呢個故事將長久留喺大家嘅記憶裏邊，提醒住每一個人，信任與危機有時只係隔一道菜嘅距離，最熟悉嘅餐台亦都可能係最危險嘅地方。喺呢個專題報道完結之前，同大家簡述一下呢單案件最新嘅發展動向。2025年11月3號，Aaron Patterson 獲得維多利亞上訴法院接受佢提出嘅上訴申請。喺上訴申請中，佢質疑原審中檢方對佢進行咗具有不公平與壓迫性嘅質詢，並且指出陪審團被安排同警方同埋傳媒代表入住同一間酒店。呢個安排可能會令陪審團接觸到外界資訊，因而影響佢哋對案件嘅判斷，並且破壞咗審判公正性。此外，Aaron 嘅上訴申請亦對一啲關鍵證據提出質疑，包括佢嘅手機定位記錄、佢喺 iNaturalist 平台瀏覽有關死亡無辜記錄，以及佢同 Facebook 群組成員之間嘅通訊記錄。佢認為呢啲證據喺原審中嘅收集方式存在問題，可能影響判決公正性。同時，維多利亞檢方 DPP 亦都對 Aaron 嘅刑期提出上訴，認為原審判決中最低假釋年限33年明顯過輕。到目前為止，上訴嘅聆訊日期尚未確定。最後，多謝大家收睇《獨孤午宴謀殺案》嘅結局篇。如果你錯過咗上2集嘅話，就快啲去我哋嘅播放清單睇返啦。我哋會緊貼呢一單案件嘅最新消息，再為你作出報道。